度等你㗎啦。 So do not go upstairs. 唔好走上上邊，喺個平台嗰度等我哋。 For the back to school prayer prep, 我哋開學嘅祈禱會咧，就係 please refer to the attachment in the WhatsApp group. 希望咧能夠睇到你嗰個郵件，個郵件就喺我哋個教會專有嘅平台上面見到㗎啦。 The theme is don't let your temptation become your identity. 嗰個主題就係唔好讓你個誘惑變成你嘅身份。 After the announcements, we will be having a split meeting. 喺呢個報告之後咧，我哋會分開聚會嘅。 Thank you. 多謝。 The English can go to the English service.阿郭叔叔咧係入咗醫院，佢本來係以為係傷風感冒，但係心尾驗血嘅時候知道啲血有啲嘢，所以而家係喺醫院裏邊檢驗緊。醫生留喺度去詳細嚟檢驗，所以請大家為佢祈禱啊！父神，我哋感謝你俾我哋有咁嘅機會嚟到去進入你嘅殿裏邊嚟敬拜你。多謝你俾我哋有呢個咁嘅福分。父啊，呢個唔係我哋揀選嘅，乃係你揀選我哋。父啊，雖然我哋冇揀選到，但係我哋真係見得到，知道你救贖我哋嘅時候，我哋心裏邊真係好喜樂，我哋好感恩，知道你冇嫌棄我哋嘅不配。我哋懇求主繼續嚟到賜福俾我哋每一個喺你面前聽你道理嘅人。父啊，叫我哋唔單止係聽到，亦都能夠行道，將你嘅話語嚟到藏喺我哋心裏邊，叫我哋能夠成為你重用嘅器皿。我哋懇求主，你都係特別嚟到眷顧郭叔叔，你知道佢身體裏邊嘅事。父啊，我哋唔知道乜嘢嘢，醫生話啲血裏邊有可能有啲問題，懇求主你真係特別嚟到為佢解決。父啊，因為佢係愛你，佢如果佢願意，佢可以嘅話，佢今日都嚟到我哋當中。但係父啊，懇求主你恩待佢。俾我哋真係只要成為你嘅手嘅伸展嚟到，當我哋為佢禱告嘅時候，你亦都係撫摸佢、醫治佢。我哋感謝你俾阿秋姨媽佢能夠好返，我哋喺求主繼續嚟恩待佢，俾佢健壯，佢有力量嚟到服侍你。我哋咁禱告奉主耶穌的聖名求，阿門。各位好嘛 ？OK。最近2次我係講到神係會使用平信徒嚟到建立教會嘅。我講到神揀選以弗所嘅長老成為保羅嘅接班人，亦都使用呢個腓力呢個執事一個平信徒嘅領袖，居然咧神大大使用佢，響撒瑪利亞傳福音、醫病趕鬼、行神蹟出嚟。佢所成就嘅冇比任何一個最偉大嘅使徒係遜色嘅。所以希望大家知道咧，神其實可以使用聖品，亦都係俗品，即係話咧係專業嘅神職人員，亦都係平信徒，每一個神都可以使用我哋。因為其實呢個係新約教會同舊約嘅分別。新約嘅教會咧，神大大幅度咁樣係將個聖靈降喺到每一個人身上高，我哋都可以被神嚟到係興起使用佢，使用我哋嘅。今日我要從另一個角度嚟同大家嚟到解釋下神點樣嚟到使用平信徒嚟到建立佢嘅教會。我嘅題目就係、教會就係神使用平凡嘅人嚟到彰顯佢嘅權能嘅地方。知唔知道啊？使用每一個平凡嘅人，係寂寂無名嘅人，似乎人哋睇唔起嘅，但係神呢可以一個一個每一個人，我哋當中坐喺度嘅都可以使用我哋喺我哋嘅崗位裏邊嚟到服侍佢嘅。我讀一段經文先嚇，《使徒行傳》第2章第41節。於是領受他的話啲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門徒約添了3000人，
都恒心遵守使徒嘅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眾人都懼怕，使徒又行了許多神蹟，許多奇事神蹟。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個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裏，且在家中擘餅，存着歡喜誠實的心用飯，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今日讀經文，呢件事係發生喺教會生日嗰第一日，係繼續係咁樣記載嘅。彼得係剛剛耶路撒冷向一班守節嘅人咧係解釋點解佢哋咧成班人咧講方言。佢話：我哋唔係飲醉酒啊，我哋唔係胡言亂語啊，因為而家仲係咁早嘅時間。我哋乃係被聖靈充滿，因為神咧老早嚟到係預言咧要將呢個聖靈充滿俾凡有血氣嘅人。佢都解釋到咧，原來咧佢哋釘十字架嘅主耶穌基督咧，原來神叫佢從死裏邊復活，證明佢係神所差派嘅彌賽亞嚟嘅。咁而家佢係賜下呢個聖靈俾佢哋。而家你所見到呢件事係去做一個證據，證明咧主耶穌嘅係真係從死裏邊復活，係呢個聖靈使到佢能夠從死裏邊復活嘅。冇人估到，連彼得都估唔到。佢講呢一番話之後，嗰啲聽眾係震撼咗喎，佢哋心裏邊扎心，好似俾刀插咗一樣咧，係心裏邊扎心嘅。然後佢悔改，信耶穌受洗嘅。所以教會第一日冇人估得到，冇人預料得到嘅，就有3000人信主啊！所以教會係一個爆炸性嘅增長。然後跟住《使徒行傳》第3章裏面講到，彼得去到美門醫好一個其實行咗神蹟嚟，使到一個生嚟係跛腳嘅一個人咧係好返嘅。咁呢件事咧長話短説就係有5000人因為咁嘅緣故信咗主。你話幾厲害啊！真係好犀利啊！3言2語，彼得不費吹灰之力就有8000人信主。教會係大幅度增長，而且係好興旺嘅。而且唔單止咁啊，初信人咧係個個係火熱嘅，係愛主愛人，被其他啲未信主人咧稱讚佢哋，欣賞佢哋。哇！呢班人真係好特別喎，咁好嘅呢班人，諸如此類嘅。當然，當我哋睇呢2件咁嘅事嘅時候，我哋會睇到咧係津津樂道。係回味無窮嘅。我哋嚮往聖靈運行嘅時候嘅情形，我哋渴慕見得到咧，好似彼得一樣嘅咁嘅講員咧，得到聖靈嘅恩膏，去傳福音，能夠轟動呢個世界，建立嘅教會。呢個係基督徒嘅渴望。但我今日要停喺呢度問大家個問題：呢一個到底係唔係教會增長嘅模式呢？係咪神俾我哋建立教會嘅方程式呢？你話？可惜嘅就係現今唔少個教會所着重嘅就係呢一種教會增長嘅模式。我哋好渴望見得到，好似彼得一樣嘅有講道恩賜嘅牧師嚟建立教會。冇錯，事實上近代真係有啲超級巨型嘅教會，係單靠一個好有能幹、好恩賜嘅牧師嘅講員嚟建立嘅。嗰啲教會大到幾千人、1萬人、幾萬人，全世界有好多嘅咁嘅超級巨型嘅教會。呢啲咁嘅超級巨型嘅教會呢，係短短10年啊、20年呢，教會就成為成千上萬嘅人嚟去參加。而家
好多超級巨型嘅教會嘅模式都係好似仿似呢一個《使徒行傳》第2章、第3章、第4章裏面所講嘅模式，有一個好能幹、好有恩賜嘅牧師嚟建立起嚟嘅。而且基督徒，尤其是西方嘅或者其他國家，中國人都有，而家開始都有幾千人嘅教會，好多幾間添啊，幾千人、1萬人嘅都有。原來基督徒咧係喜歡見到教會裏邊有啲超級嘅巨星，有啲好巴閉嘅、好講得嘅、好能幹嘅牧師。我哋係崇拜，我哋係擁抱呢啲咁嘅超級巨星。英文一句説話講 ：You can't argue with success， 即係話咧，你唔可以同成功嚟到爭論，冇人駁斥得到啊！成功係事實啊嘛。但係呢一句説話其實係有負面嘅意思，唔係我講㗎，係網上高都有唔同嘅都係咁講嘅。唔係正面嘅説話嚟嘅。呢句話暗示一個好嘅結果，會證明咧所用嘅方法係合理嘅。但係盲目咁樣睇結果，通常會掩蓋好深刻嘅缺點同埋缺陷。明唔明白嘅意思啊？雖然我哋唔可以駁斥得到事實，但係如果我哋盲目睇呢一個成功成就，然後咧就話咧佢有咩啊？The means justify the cost， 即係話咧，我哋嘅後果就係支持咗我哋所做嘅方法係正確。嗱，呢個唔能夠係咁樣講嘅喎。單單係睇超級巨星嘅嗰啲偉大嘅牧師個表現嘅成績嘅時候，而忽略咗佢哋所做嘅方法所產生嘅漏弊咧，係唔可以嘅。當然，一間超級巨型嘅教會係需要有一啲好似彼得一樣嘅超級巨星嚟到駐堂，嚟到去打呢間教會，去使到佢蒸蒸日上嚟到講道。而且大多數咁嘅牧師都係好有口才嘅，佢講説話好動聽嘅，我哋啲聽眾咧會聽到津津樂味嘅、樂道嘅。而佢哋嘅教會所做嘅係無懈可擊嘅，嗰啲音樂咧一流，嗰啲音響好靚，好過啲音樂聽嘅，好過啲音樂會啲參加嘅聚會嘅詩歌唱得到咧，好似音樂會咁嘅。我記得我喺多倫多嘅時候，我同一個英國嚟嘅姊妹咧喺街頭裏邊傳福音。呢個姊妹咧喺街頭咧請人去參加我哋間教會，因為我哋喺呢個近住 Young Street 同埋 Dundas 嗰度近唐人街嘅，嗰啲間西人教會。咁喺嗰度 Young Street，我哋就請人翻去行一條街，隔離條街叫 Bond Street， 就係嗰間教會啦。所以喺街上嗰拉人去教會嘅喎，請佢嚟參加聚會。嗰個姊妹咧唔係同佢講咧去參加教會崇拜，冇咁講到喎。佢點講咧？我請你嚟參加個音樂會。當然啦，我哋嘅教會係音樂係一流嘅，有專業嘅樂手嘅。所以有啲超級教會，你知道咧，真係成個音樂會，譬如 Hillsong 啊、Bethel 啊、呢個新加坡嗰個叫乜嘢 Harvest Church 啊，中文唔知叫乜嘢，係一個大嘅教會，好多嘅大教會，音樂係一流嘅。但係深水清參加啲超級巨型教會嘅人，如果深水清嘅話咧，有陣時會發現到咧，佢哋參加呢間教會係不費吹灰之力。當你進走就由泊車，因為泊車都係交通指導員嘅。你如果去啲超級教會，你知道㗎。我哋放假嘅時候，間中去到咁嘅大嘅教會咧，哇！有個個着晒制服咧，去指揮你邊度泊車咁之處咧，好巴閉嘅。
你去到咧係好舒服嘅，乜嘢都唔需要做，你做嘅已經為你做晒嘅，已經為你諗通諗透㗎啦。啊！你只要嚟到咧，你一坐低咧，你就係可以享受呢個咁嘅聚會嘅。就好似你喺一個大嘅戲院裏邊，一個劇場裏邊，去一個音樂廳裏邊咧，係睇 show 睇表演。散會你只需要拍拍屁股咧，就可以走啦。你唔需要認識任何一個人，亦都唔需要同任何人打招呼。佢出佢有陣時有2、3堂嘅聚會，有啲入有啲出，同被正面見到你唔需要同佢打招呼，點解你唔識佢？有啲人喜歡去參加超級巨型嘅教會，點解咧？因為佢話參加呢間教會裏邊可以匿名，唔使好似細教會咁咧，乜嘢人哋叫你係你做乜嘢又做乜嘢，可唔可以教主學下主可唔可以就清潔一啲咁嘅地方啊之類嘅？你乜嘢都唔使做㗎，你有絕對嘅私隱權，冇人需要知道你係邊一個，亦都冇你亦都唔需要認識任何一個人，簡直同去睇戲冇分別㗎，去參加音樂會或者球賽係完全冇分別嘅。當然你話咁樣係冇個癮㗎喎，你參加細教會就係話咁樣冇癮㗎喎，你都冇同人打個招呼，咁點解有團契有成啊？唔係㗎，嗰啲人一樣下個禮拜會繼續嚟㗎，因為參加咁嘅聚會嘅時候咧係好舒服㗎，啲講道又好聽，啲音樂又好聽，你係上咗癮嘅，何樂而不為？下個禮拜又嚟，因為唔會悶親啊！好多現今嘅基督徒係嚮往參與呢啲大型嘅教會，間教會越大嘅。啲等於餐館茶樓一樣啊！越多人嘅時候就越多人去，啲餐館越細嘅時候咧，啲人唔去嘅。越多人要等位咧，嗰啲人好中意。教會係一樣咁嘅情形。我哋係靠咁嘅宗教嘅式嘅生活，一啲好同人哋隔絕嘅係孤立嘅生活嚟維持孤立嘅宗教形式。但問題就係呢一種嘅參與係咪合乎神嘅心意呢？神係咪希望我哋過一個咁嘅肢體嘅生活咧？係冇肢體嘅生活。原來呢，往往當一個超級巨星離開咗呢間教會或者倒台嘅時候，原來跟隨佢嘅人就會移情別戀啊，去揾另外一個超級嘅教會，揾另外一個超級巨星。因為我哋係崇拜啲咁嘅成功啊嘛，成功嘅人士啊嘛。其實現今嘅基督徒參加教會嘅方式就好似人揀選超市一樣，邊間平邊間抵買就去邊一間，毫無呢個顧客嘅效忠嘅，冇需要嘅。唔需要效忠每一個嘅。我哋以前唔同嘅，我哋以前咧，我哋去開邊一個，譬如我哋睇報紙，如果睇開《星島日報》就睇《星島日報》，《華僑日報》睇《華僑日報》。我哋唔會話睇乜嘢睇嘅。而家唔係嘅喎，我哋以前咧去邊間公司買咩菜咧，就去邊一間嘅。而家我哋周圍去嘅，參加教會啲人都係咁樣樣嘅。超級教會嘅之所以大受歡迎，就因為基督徒係渴望見到成功，係崇拜講道有恩賜嘅人。唔單止係會友係咁啊，其實教會領導嘅階層都啲平信徒領袖都用咁嘅方法嘅喎。點解呢？尤其是喺啲西方嘅教會啊，當我哋聘牧嘅時候，包括我哋間教會在內，當我哋聘牧嘅時候，我哋用同樣嘅眼光揾新嘅牧師。我哋要衡量呢個牧師好與唔好呢，我哋有一個底線。呢個底線就係佢到底講道好與唔好，有冇講道嘅恩賜。嗱，事實上我哋聘牧嘅過程都係反映出嚟呢個咁嘅事實喎。點解呢？當我哋去面見啲牧師嘅時候，佢哋嚟應徵嘅時候，我哋會飛佢入嚟呢個城市裏邊，請佢聽佢講一堂道，然後就投票啦。投票決定請唔請佢。佢講得好與唔好，如果講得好嘅就肯定當選，講得唔好嘅時候就唔會選佢啦。因為我哋怕佢俾佢悶親啊嘛。你話如果佢應徵嗰度都講得唔好咁啊，
其他就講得更加係唔好啦，係咪啊？所以大多數應徵去教會做應徵嘅呢，都係用佢最好嘅編導嚟到去講，去贏取你嘅票數嘅。但係問題係咁樣，當牧師上任不久之後，我哋會發現呢，貨不對版喎。點解牧師講到咁快走晒下坡呢？唔同好似應徵嗰時候講個編導咁好聽呢？有人講過，我諗呢個都可能係事實嚟，因為你普通嘅牧師呢，係只有12篇嘅好嘅道係可以講嘅啫。咁嘅意思就咩呢？通常佢3句之後呢，就會打回原形嘅咯喎，因為佢所講嗰啲好嘅道呢，都用晒啦，而家就要後要捱嚟到去嘔心瀝血咧，可以谷心水去講一啲道。所以如果要每一次講到都好動聽嘅時候呢，係其實係好難嘅，需要下好多功夫啦，需要好努力嘅尋求神啦。還重要一樣嘢就係要好有創作力，好有創意。如果你冇創意嘅時候，係就算一篇好好嘅經文，好生動嘅，你如果冇創意嘅時候，都會變成死咕咕嘅喎。所以當佢講完佢12篇好嘅道嘅時候，其他所講俾你聽嘅係次貨嚟嘅，係語無倫次嘅，係冇條理嘅。仲有其他問題啊！你見到佢1個禮拜或者佢面見佢，你唔知道佢有咩其他問題嘅喎。然後慢慢你發現到，哇！原來佢有人際問題，或者佢獨裁，或者佢唔接納人嘅執事會嘅意見啊，諸如此類嘅。你話你見佢1個禮拜，如果你能夠睇出人哋嘅底線嘅話呢，能夠睇到佢玉龍山真面目嘅話呢，就其實係好難嘅。因為佢見面見你嘅時候，佢會俾最好嗰面俾你睇，佢會掩飾佢嘅瑕疵。原來要睇到一個神嘅僕人好與唔好，唔係只係聽佢所講嘅道，唔係真係面見佢一下。聖經裏中國人所講話，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你要用多啲時間先至可以睇得到嘅。我喺以前有一間教會有一個接班人，1年裏邊好好，啲人覺得佢，但1年之後，完全唔同一個人。最深尾係革職離開咗嘅。個個人睇到好好，哇！有啲人好喜歡佢，但係當佢廬身真面目現咗出嚟嘅時候，1年之後現咗出嚟，哇！原來咁霸道嘅，咁強權嘅，唔啱我就要趕佢走嘅，諸如此類嘅。我要問大家個問題：到底教會幾時先停止用呢個錯誤嘅操作，對牧師有錯誤嘅期待，對自己有錯誤嘅呢個自我觀呢？睇唔到自己嗰個身份係乜嘢呢？我哋今日要重新發掘下初期教會，神俾教會建立教會嘅藍圖，再次思考一下初期教會成功嘅原因喺邊度呢？未繼續講之前，我要重複上2次所講嘅，教會仍然係平信徒嘅組織，唔係專業專業嘅聖工人嘅組織，唔係專業嘅聖工人所擁有、所操縱嘅。神唔係用教會嚟標榜同埋吹噓一啲有能幹、有能力、嘅領袖、嘅牧師嘅成就，嚟俾人睇到佢幾能幹、幾巴閉、幾有號召力呢？如果你睇見個聖經裏面所講，哥林多前書第1章裏面所講啊，神啦要藉着一啲軟弱嘅、卑賤嘅、無有嘅、平凡嘅一班人嚟到去彰顯佢嘅榮耀，係使到啲有能力嘅、有才幹嘅，對唔住啊，有能力嘅、有才幹嘅係羞愧，平凡嘅、軟弱嘅、卑賤嘅，就係指一班平信徒。喺人睇嚟好似唔中用咁樣，但係神要使用我哋每一個嚟到彰顯嘅權能。當神興起每一個平信徒嘅時候，哇！
呢個教會係得到榮耀。況且仲有重複講多次添，上兩個禮拜講過啦。況且牧師或者使徒通常只係留一間教會幾年嘅時間，或者10年嘅時間。佢唔會永遠留呢間教會裏邊嘅。而當地嘅會眾平信徒咧，就係個當地嘅居民，大多數都唔會搬走噶啦。咁呢個教會係屬於邊個嘅咧？仲更加可惜嘅，現今有啲教會人咧，以為間教會係牧師擁有嘅，而啲牧師都認為係佢所擁有，佢話事嘅。你唔聽我講嘅就係趕你走嘅。呢間教會唔係牧師擁有㗎，你哋先係教會嘅中流砥柱，你哋先係教會裏邊嘅基石，係響你哋裏邊嚟建立，唔係響牧師嘅手裏邊建立嘅。問題乜嘢咧？我繼續講落去就係問題咧。我哋太過着重傳道嘅傳道人嘅成功，我哋太過着重彼得2次講道嘅成功，而忽略咗上文下理，睇漏咗使徒行傳頭先所讀嘅41節，第2章嘅41節裏面所講到教會增長嘅主要因素。我唔再讀啦，頭先讀過啦。我哋睇到呢一個2次講道有8000人信主，我哋覺得好興奮，而忽略咗之後，原來係需要平信徒跟進初信主嘅人，先至可以維持呢一班人，先至可以使到呢一個教會係增長過嚟，係靠平信徒呢個肢體嘅作用，彼此關顧，先至能夠鞏固到呢間教會。第42節裏面所講到係佢哋彼此交接嘅意思，交接咩咧？喺嗰時候冇呢個咁嘅名詞啊，喺譯聖經嘅時候，收尾我哋喺現有嘅就係用呢個 fellowship 英文嘅，就係團契，主裏邊嘅團契，主裏邊嘅交通，主裏邊嘅分享，主裏邊嘅鼓勵，我哋彼此代禱，彼此關心，每一個平信徒都付出呢個責任，佢哋要有佢哋嘅貢獻，佢哋有所佢嘅參與，然後百花齊放，百鳥爭鳴，係彼此支持、彼此關顧、彼此照顧、彼此分享。呢個係教會增長嘅最主要原因，唔係靠彼得一個。彼得一個冇可能照顧到8000人，冇可能逐個逐個栽培佢哋，冇可能嘅，完全係冇可能嘅。我越嚟越喜歡我哋教會呢一個成人嘅團契，叫做關愛團呢個名字。我哋覺得哇，唔知邊個，我唔記得邊個係建議呢個名字啊！呢個名字真係好好啊！呢個就係基督徒，我哋聚埋一齊嘅一個最終嘅目的，就係我哋彼此關心、彼此去愛護，呢個就成為我哋每一個人嘅責任。呢個團契名稱就係提醒我哋呢一個我哋所需要做嘅，其實就係《使徒行傳》第2章第41節裏邊所講嘅呢一個佢哋教會嘅鞏固嘅方法。我哋每一個人要盡上我哋嘅綿力，嚟到彼此關心、彼此愛護。我近年見得到教會裏邊嘅肢體所做嘅，我係覺得好鼓舞。因為我見到有啲肢體咧係主動去探訪有需要嘅人，甚至乎最近咧黃太入醫院嘅時候咧，有人咧好幾個咧真唔識唔成個，真係好生嘅，其實唔係好熟嘅，都去醫院嚟到探佢。仲有馬太啊，響呢個叫啷基咁遠，都有人嚟車過嚟教會裏邊，係主動要咁樣做嘅。其實呢個係建立教會嘅最主要嘅因素嘅元素嚟嘅。試想一下，倘若一間教會只係靠個牧師 one man show 一腳踢，包辦講道啦、清潔教會啦、照顧會友啦、照顧新朋友啦，咁相信呢間教會好快就玩完㗎啦。好快就關門㗎啦！教會嘅增長係需要靠一班平信徒嘅努力嘅合作。試問一下，當你開一個鋪頭，譬如一個餐館啊，或者個麵包鋪啊，你係咪因為你開張之後就會好成功，有好生意嘅咧？
當然唔係啦。呢個鋪頭係需要伙計每一個做佢嘅圍內所要做嘅嘢，分工合作。有遠見開呢間嘅鋪頭嘅佢只係有呢個計劃喺裏邊，但係其實執行嘅係需要其他人參與。每一個人需要負上嘅責任，先至能夠成功嘅。單靠老闆嘅號召力呢，係唔會成功嘅。響教會歷史裏邊講到呢，一個叫做 George Whitefield 同埋一個 John Wesley 喺17世紀裏邊嘅，就係一個喬治維德菲特同埋呢個韋斯利約翰。韋斯利約翰出名好多，其他呢 George Whitefield 其實係當時好出名嘅，兩個都係偉大嘅佈道家，兩個都好朋友，兩個都咁成功，兩個人都係講到有成千成萬人，你好巴閉過。你話17世紀裏邊就冇擴音機冇聲，佢哋講到有成1000人喺度聽佢講道。你話點樣咁夠聲可以講得到呢？以前得喎，因為佢冇咁多嘈聲。我唔知點啊，但係咧，主耶穌講到成5000人，係嘛？以前啲人係得嘅，不過以前講到啲人又唔使用咪，啲講得好夠聲喎。我哋啲而家咧揸住咪都冇聲嘅。佢兩個都有好顯著嘅成就，好多人聽佢。但係對最後嗰個後果係完全不同。韋斯利約翰死咗之後，佢所成立嘅衛理公會同埋循道會兩個宗派呢，係繼續係增長同埋興旺。原來韋斯利約翰呢，有好有系統性，英文叫循道會就係 Methodist， 係因為 Methodist 即係話有方法做嘢嘅，做嘢係循規蹈矩嘅。佢有好系統咁樣組織起教會每一個信徒嘅參與，發揮佢哋肢體服侍同埋彼此支持嘅功用，所以佢間教會一直係存在。咁2-3個世紀之後，仲有韋斯利，仲有啲衛理公會啊，仲有呢個循道會之類嘅。但係 Whitefield 佢嘅朋友死咗之後，冇晒嘢睇。跟隨嘅人就散咗去啦，因為佢冇一個制度去建立呢一班人，冇任何嘅參與都係即係嚟聽一邊好嘅道。當時佢在生嘅時候，真係中意聽佢道，周圍去出去聽佢道。但係死咗之後冇嘢睇，因為佢哋冇需要參與，就好似我嚟超級教會一樣咧，即係嚟坐下暖下張凳，暖完之後就走啦。咁啊，佢死咗之後就冇晒嘢睇。其實超級教會有好大嘅危機喺當中。當個好有本事嘅牧師離開之後，下一個接班人一定唔會係咁本事嘅，咁就失咗號召力啦。美國有一間好出名嘅教會，喺70年代、80年代、90年代都好出名嘅間教會，因為電視有福音廣播嘅，叫做 Crystal Cathedral， 就係水晶大教會。水晶大教會好靚噶，完全係玻璃嘅。你廠裏邊睇出嚟全部都係玻璃嘅喎，係全世界最大一間玻璃嘅建築物，係需要等於現今所需要用咧係2000萬嘅美金先至起得到嘅，2000萬嘅美金啊！咁之後個牧師好本事喎，能夠籌到咁多錢，好多人係要去跟佢嘅，聽佢講道係直無虛座嘅。呢個堂主任牧師嘅名叫做 Robert Schuller， 就係蕭律柏牧師，好出名嘅牧師，好好嘅講員。佢講一啲道係叫 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 就係咧係正規積極嘅思想所帶出嚟嘅能力。呢個係主題嚟嘅。佢每個禮拜佢嘅教會嘅聚會喺電視嗰裏邊廣播，喺70年代裏邊咧。有2000萬嘅人嚟收聽佢嘅道嘅，好巴閉。美國如果睇清楚就美國不同嘅總統都要買佢關子嘅，個個都要嚟揾佢嘅。當佢死後冇幾耐，呢間教會關門，呢間教會出賣，因為呢間教會失咗一個超級巨星啊嘛，就唔能夠生存啦。呢間教會就結束啦。
所以我今日希望再次提醒大家，雖然成功係冇人可以爭辯得到嘅，但係嗰個係咪最穩陣嘅方法呢？原來一個健全嘅教會唔能夠單單靠一個有恩賜講道嘅牧師嚟維持嘅，乃係需要一班神俾佢哋恩賜嘅平信徒興起嚟到去維持嘅。喺羅馬書第12章第4節裏邊所講到教會肢體嘅功用係乜嘢？嚟點樣建立教會呢？就講到不同嘅肢體，唔係只係講牧師，唔係講到傳道人。呢度所講嘅就根本就唔係講傳道人，根本唔係講牧師，乃係講到呢係佢哋嘅功用，有講語言啊，做執事啊，做教導嘅，做勸化。教導唔係做牧師喎，可能係教領查經啊、治處啊、勸化嘅，或者係真作嘅、施捨嘅、治理事嘅、憐憫人嘅、殷勤啊、治處女。幫補人嘅，去接待客旅、款待人嘅，諸如此類嘅，尤其是勸化，好似巴拿巴一樣，與喜樂嘅人同樂，與哀樂嘅人同屋，係陪伴人過呢一個悲傷悲喜嘅時間。去年當呢個黃太嘅兒子阿紅突然間過身嘅時候，我哋教會裏邊有肢體，每晚去陪佢度過，同佢陪佢瞓，度過呢咁嘅難關。呢個好重要嘅，我哋要幫人，我哋去關心人，係建立教會嘅因素。咁去陪人瞓，我做唔到，做牧師係咪啊？你哋唔會想牧師我要走去陪人去瞓覺。但係肢體可以咁樣做。喺哥林多前書第12章裏邊所講到聖靈顯咗人嘅恩賜裏邊，亦都講嘅意思，唔係只係唔係都係使徒，唔係都係先知，唔係都係教師，唔係都係易行異能，唔係都係醫病，唔係都係講方言，唔係都係翻方言，唔係只係一種嘅恩賜，就係講道恩賜。間大教會裏邊就係唯有一個，個個人都係聽佢噶啦。呢個係佢個首號嘅招牌。但係唔係，原來教會唔能夠只係靠一種嘅恩賜嚟去支持佢哋。教會係屬於會眾，自然係需要會眾群策群力嚟到去附上。我今日用啲實例嚟去解釋一下頭先所讀嘅，開始所讀嘅《使徒行傳》第2章第41至47節裏邊嘅，嚟到俾我哋了解下，到底教會需要我哋需要點樣需要咧？肢體嘅運作嚟到建立呢間教會咧。跟住嗰幾章《使徒行傳》裏邊咧，係講到不同嘅例子，我只係引述幾個啫。初期教會裏邊有一個肢體叫做巴拿巴。巴拿巴出錢出力，佢犧牲自己嘅財富，變賣所有，分俾窮人，分俾會友。好難得，我做唔到我哋而家。但係佢有咁嘅恩賜，神賜俾佢特別嘅恩賜，就係佢好出名嘅，係一個叫勸慰子。呢個係百幾200年裏邊所翻譯嘅。而家現代名詞就係輔導員。佢能夠幫人嘅，解慰人嘅心裏邊嘅問題嘅積結嘅。嘅結啊，唔係積結，係輔助其他人嘅。其他人懷疑唔能夠接受嘅，佢冇先入為主嘅觀念，佢唔會排擠你。點解呢？點解咁講呢？因為佢敢膽呢係接收呢個掃羅逼迫教會嘅，將使徒犯打死咗嘅，嚟到周圍去捉啲信徒呢去坐監嘅。當掃羅悔改之後，教會冇一個人敢接納佢啊！驚佢係做奸細嚟到臥底嚟到捉佢哋。但係巴拿巴佢冇先入為主嘅觀念，佢唔怕，佢有好廣闊嘅心胸。到事實證明佢嘅判斷係啱嘅。掃羅原來真心係悔改嘅。嗱，你諗下，如果冇巴拿巴嘅時候，呢間教會就冇咗呢個，因為當掃羅成為使徒嘅時候，係教會如虎添翼喎。但係如果冇巴拿巴嘅時候，
間教會就係好大嘅問題喎，就缺少咗呢一個呢個雙翼嚇。唔單止係咁啊，呢個巴拿巴係平信徒嚟㗎，唔係教會聖工人嚟㗎。最重要嘅就係，雖然佢唔係使徒，佢居然能夠訓練到聖工人員，而且佢係訓練聖工人員最佳嘅人選。其實我以前有講邊度講到咧，原來彼得啊、約翰嗰啲全部都唔能夠訓練到聖工人員。你唔好以為佢哋偉大嘅使徒咧，就可以訓練到使徒，原來唔係㗎喎。我嗰度講咧，我而家唔重複啦，就係咧係需要有啲好似巴拿巴咁嘅人選，係先可以做得到嘅。係能夠可以真係好有忍耐啊，好能夠接納人啊，好悉心嚟到去訓練嘅。成功人好難訓練到成功嘅人嘅喎。原來巴拿巴訓練到個最出色嘅高足咧，就係使徒保羅，係最偉大嘅使徒。巴拿巴一個平信徒，神使用佢栽培人。我今日問一問啊，你有冇可能有咁嘅恩賜？你唔知道呢？係一個勸慰者，一個輔導員，一個可以了解人嘅，一個有耐性，可以悉心去栽培人嘅，唔會失去忍耐力嘅。因為有陣時咧，就舉個例子啊。頭先話唔想解釋嘅其中嘅例子就係，如果你係做父母係鋼琴或者音樂嘅教師咧，好難教到啲自己兒女嘅。有隻烏蠅仔，好難教到自己兒女嘅，因為你梗係會掹啊，梗係唔得。教車又係啊，好難屋企人教屋企人嘅，好多個問題，好多衝突喺裏邊嘅。我千祈唔好咁樣做啊！原來通常亦都有才幹人咧，係佢覺得好容易啫嘛，我咁樣射就得㗎啦咁樣。但係其他原來佢未必係可以好似你嘅咁嘅方法嘛，因為你係你嘅才幹係咁做，但係佢可能用第二個方法。所以咧，我哋係有啲需要冇威脅、冇壓力嘅啲人咧，先去栽培到啲人成才嘅。有冇可能你係啲咁嘅有忍耐力嘅人咧？你可以栽培到人咧？歷史裏邊，你唔好睇低自己啊！唔好以為你係需要一個偉大領袖先可以咁做。歷史裏邊咧，俾我哋睇到好唔少嘅有名嘅人啊，都係由一啲婦女嚟去栽培佢哋嘅，冇學識冇成，但係佢能夠細心有忍耐力去栽培。摩西嘅媽媽約基別，撒母耳嘅媽媽哈拿，教父奧斯丁嘅媽媽 Monica， 呢個好有名嘅教父奧古斯丁。頭先講韋斯利約翰嘅媽媽 Susan Wesley， 冇咩嘅才幹嘅一班人，但係佢能夠栽培一啲好成功嘅領袖。有冇可能咧？神會使用你栽培下一代嘅領袖喺教會裏邊呢？你祈禱求神能夠顯示俾你。我哋需要學習關心，需要學習嚟到去伸出我哋嘅手嚟到扶起啲人。第二個例子啊，聽講用啲實例嚟解釋《使徒行傳》第2章第41節嘅。第二個例子就係多加。多加個老可能老唔知係咪老呢？一個婦女，佢侍奉神係用咩方法呢？唔係好似我哋所諗嘅，喺教會裏邊做一官半職啊，諸如此類，教主日學啊、清理教會啊，或者係做詩班啊，或者諸如此類嘅。多加係用佢針線針子嚟到侍奉，表達佢關心人、佢愛人、去照顧人，即係用針子，好簡單嘅。咁又邊度需要啊？而家咁樣。但係我哋唔能夠用啲現代眼光嚟睇睇當時嘅情形，因為咧，我哋以為啲衣着係好容易得到嘅，因為現今人係咁啊，啲衫咧少少污糟啊，少少唔合款啊，或者穿咗少少就抌咗佢啦。但係你要明白喎，當時唔係咁噶，當時冇啲製衣廠，製衣廠令到啲衣服係平咗，因為大量嘅生產係令到衣服平咗。當時都冇 Costco、冇 Walmart、冇 Thrift Shop 一啲夜冷，冇啲咁嘅跳蚤係咪嘅市場，可以跳蚤還跳咗唔記得咗，係都買到平衫。
佢哋嗰當時係冇㗎。仲有啊，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啊，啲衣服好矜貴嘅，我逢之冇新衫着㗎。我要等我哥哥着完之後，然後執佢二台，執佢輪到先輪到我着嘅。不過問題就係咩咧？我比佢高喎，所以嗰啲好大問題啦。我啲衫咧全部衣不稱身嘅，啲褲腳咧，人哋去到咁低嘅，我就去到咁高嘅。我哋成日講話吊腳褲啊，講我着條吊腳褲，即係唔去到底嘅，因為我高過我哥哥啊嘛。佢着完俾我着嘅時候，我已經唔啱着啦。仲有啊，我記得咧，我啲褲啊，譬如有啲地方穿咗，爸爸媽媽咧幫佢攞針線啊補翻好，佢又要再着過嘅咯。嗰陣時候唔識得尷尬，唔識得怕醜，因為唔負擔唔起啲衣服啊嘛。有陣時啲衣服響故意鋪買嘅，因為屋企經濟好差嘅嗰時候。當時啲人唔係咁㗎，啲衣服好珍貴㗎。你記唔記得當主耶穌被釘十字架嘅時候，啲兵丁搶佢啲內衣褲啊？佢哋係為佢內衣佔扣。咁點解意思？底衫底褲而家我哋唔會走去執人哋㗎啦，舊嘢㗎啦，冇人會咁做㗎。但係點解會咁樣做咧？因為衣着係好珍貴嘅。所以由於咁嘅緣故咧，當時個個人都需要補衫嘅，唔係好似佢哋而家唔啱就抌咗佢嘅。多加就用佢嘅針子嚟到去服侍教會弟兄姊妹，佢好樂意嚟到幫人哋做縫補嘅工作。所以試想一下，當佢死嘅時候咧，啲人真係好感激佢，因為冇咗佢好唔搞唔掂係嘛？佢死嘅時候啲人好傷心啊，個個嗰啲攞佢亂嗰啲衫咧，補嗰啲衫嚟到咧去參加個喪禮啊，差唔多係嚟到去見彼得啊，每一個肢體都感受到佢嘅愛，所以佢哋唔捨得佢去。唔單止咁啊，當佢死嘅時候，佢急忙咧去請彼得嚟為佢祈禱，叫佢翻生，即係唔俾得佢走啊！因為太過寶貴呢個姊妹啊，多加用佢所一技之長，用佢針線嚟服侍神，建立教會，建立肢體，係活出神嘅愛，就係呢個使徒行傳裏邊所講嘅，佢彼此交接嗰個方法。弟兄姊妹，我哋唔好以為咧冇用㗎，你講呢啲説話根本而家都唔需要用針子嚟侍奉神。但係我希望大家知道，雖然時間轉變咗，而家冇人需要你用針子嚟幫佢哋，但有冇可能用第二啲嘅方法嚟侍奉神呢？你有冇其他嘅技之長呢？你知唔知啊？有好多年長嘅長者見到啲朋友個個攞呢個手機出嚟，佢都想學，但係好怕學新嘅科技，驚住學唔到。如果你懂得嘅話，你可唔可以幫佢哋呢？去教佢哋呢？花時間嚟到指點佢哋，用你嘅耐性嚟到栽培佢哋，等到學得到，等佢可以同人哋溝通呢？或者啲長者唔方便出街買餸，你可唔可以同佢買呢？你可唔可以用車嚟載佢去買？等佢遊客公司一個月去一次呢？或者幫佢喺網上嗰度購物呢？呢啲都係服侍神嘅一個方法嚟嘅，呢啲都係交通團契嘅方法嚟嘅。試想一下，假如一日我哋過咗身，喪禮嘅時候，個個人都攞呢個手機出嚟，話咧就好似多家嗰啲人咧攞啲佢縫補嘅衫出嚟就喊啊！哇！記得某某嘅弟兄、某某嘅姊妹咧，佢呢個咁嘅過身嘅，佢點用呢個手機嚟幫我教我咧？我哋所有嘅技之長，其實可以服侍神、獻俾神嚟使用，嚟到成為肢體裏邊嘅建立嘅。其實教會建立教會嘅恩賜，唔係即係單靠講道，唔係即係單靠響台上嗰個領詩。嗱，講開領詩，亦都講一樣嘢。我去溫哥華嘅時候咧，嗰啲篇目小組裏邊講啦，佢話呢間教會有一樣嘢佢哋矯正嘅，幫我哋。佢話啲人咧，個個都想做領詩響台上高，冇人肯做呢個主日學嘅，冇人肯教主學嘅。
因為現今教會大多數都係咁嘅，個人咧係希望上台做領詩、音樂敬拜小組，但係其他咧唔出面嗰啲冇人肯做。呢個係咪嗰個建立教會方法？當然唔係啦。肢體嘅關愛、照顧、噓寒問暖，係你有時間，你可以細心咁去關心人。初期教會裏邊有好多無名嘅英雄，好似亞基拉、百居拉、呂底亞、西拉、亞基布、路德醫生、路加醫生，都係啲無名嘅英雄。佢哋負上好大嘅責任，唔係只係靠使徒嚟做嘅。路加同埋西拉，路加醫生同埋西拉呢，佢係甘心花幾年嘅時間陪伴保羅去傳福音，做佢嘅助手，睇頭睇尾。佢哋雖然唔係講道，但係佢去做睇頭睇尾，去照顧保羅，幫佢煮飯，幫佢預備嘢。其實原來做傳道神嘅僕人有陣時都好孤單嘅喎。我最近睇到一度講呢，即係一個咩叫做Chuck Swindoll 講到呢，即係做牧師其實係好有孤單嗰方面嘅，係需要旁邊人嚟去支持同埋鼓勵佢嘅。西拉同埋路加醫生花啲時間去陪伴神嘅僕人，其實呢啲係建立教會嘅方法，鞏固肢體嘅一個方法。我上幾個禮拜講到中國教會裏邊有驚人嘅增長，喺呢個咩文化大革命嘅時候，肯定唔係靠牧師有口才講到牧師，亦都唔係靠大型嘅佈道會，好似彼得一講有5000人信主，一講有3000人信主，哇！好大堆頭嘅佈道會，冇可能，因為當時唔準許咁嘅嘢嘅。所有牧師啲係被捉咗去勞改啦，坐監啦。佢點樣能夠增長？爆炸式嘅增長，冇地方聚會都可以增長呢？就係教會嘅弟兄姊妹嚟到彼此關心照顧，用低調嘅個人佈道方法，靜雞傳福音，冇咁高調嘅，唔係一講成1000人，順住冇可能嘅。你咁開口同另外一個人講，你又驚住人哋捉咗你去舉報你嘅喎。因為嗰陣時唔準傳福音㗎，傳福音俾人知道啦，或者信耶穌俾人知道，捉你坐勞改嘅喎。咁我哋要靜雞嘅啲信徒呢，係靜雞叫人傳福音，去幫人傳福音。喺咁惡劣嘅環境底下，教會大幅度增長，唔係靠超級巨星，唔係靠口才嘅牧師，係每一個人負上佢哋嘅責任，一個帶一個人信主，一個關心另外一個人去支持佢。哇！教會有爆炸式嘅增長。我結束嘅時候要講，各位，請你唔好再夢想有一位超級巨星嘅牧師嚟幫助你嘅教會增長。神已經將增長嘅鑰匙交喺你嘅手裏邊。神已經賜俾你一啲恩賜，或者你未發掘得到，你唔知道嘅，喺你嘅手裏邊啦。你肯唔肯用呢？每一個人都有呢一個侍奉神嘅方法。我哋需要每一個考慮，今日就考慮，我哋可唔可以盡我哋自己少少嘅綿力去關心人、去愛護人、去照顧人、去做啲咁嘅嘢呢？教會唔需要因為冇牧師嘅緣故關門，好似群龍無首一樣。一個健全嘅教會係全民皆兵，每一個肢體都使用神所賜俾佢嘅恩賜，每一個肢體都有神俾佢嘅崗位，每一個肢體都有佢所要扮演不同嘅角色，喺呢間教會裏邊能夠百花齊放，教會就會係健壯起嚟，係被建立過嚟。有啲大家已經做緊嘅，我哋感謝神。有啲或者大家仲要發掘嘅，我哋要求神嚟幫助我哋，讓我哋一齊嚟到攜手嚟到去建立神嘅國度，唔好需要期待一啲神響天上好賜嚟一啲特別嘅機會，特別嘅講員，一次過教會爆炸式嘅增長。
我哋要學習好似呢個 Royal Bank 嘅一個賣告白裏邊所講嘅，佢點解成為加拿大最大嘅銀行咧？佢話咧個方法就係一個傳一個，一個客仔帶另一個客仔嚟，係咁樣嘅方法，佢成為加拿大最大嘅銀行，就係一個人帶另外一個，唔需要有大推頭嘅方法，係最基本嘅方法，就係你負上咩責任咧？我哋唱一首歌。大家請起立啊！當我哋唱嘅時候，我哋可唔可以考慮就係神啊幫助我能夠去成為其他人嘅僕人呢？弟讓我作你僕人，像基督一樣待你，更靠我接受這恩情，也基督苦樂的國度，一同成長在一起。唱姊妹，姊妹，讓我作你僕人，像基督一樣待你。